古時喺太科咩係萬五？係，就係嗌太科就要係萬五，就係嗌就係淡定五嘅代表。哇！本來嗌也我想講兩個啦，唔講你講嗌嘅時間係太巧嘅，4000公克。啊，嗰個就真係太波嘅，睇到咧，就卡到嘅，咁樣就向死睇講嗌嘅時間。係古數佢就講嗌冇得講嘅，嚇就冇得講嘅，古數就大聲嗌聽聽。唔講你嗌係嗌佢加粗啲路，嗌也比最細嘅，啊要帶副圈，大家禮拜都會見面。古數嗌係有忙內嘅感覺。日本人照顧嘅有。雖然講唔係即家庭嘅親戚，唔過係幾隻家族嘅親戚，係要照顧到，係冇？咁我撒下來問下，見本嘅嘅新朋友咯，嗬，依天。我都係宋寶樂，然後順頭了解係我姐，我係我下最識嘅。哇！喺上台上講要第二台咧，你買個時間咪要第三台。跟住記到兩三個卡上網掉，你付唔出咧。除非一個節目會做100年。唔做得個上網掉，即係出第二隊嘅第二台。第二推嘅第二台冇啊，太麻煩咧。太麻煩。講到牙佬妹，佢真嘅係嚟做感情同好啦，就係頭擺4時節啲小紅，記得係2-3年數拳數去上課嘅哦。數拳數，真嘅數拳數，新高度底部一個數拳數，還是物理上的手牽手？就係真嘅數拳數。你做邊都講，冇啦。而家唔該做乜感染老妹呢？照顧老妹啊，係啊，老妹咪做，你做關咧，就頭擺2-3年就強下肯定去上課，因為上課嘅路唔係幾遠，啊2-3就肯定去。佢說，後代冇經驗。還是說按樣嘅感情就一出就延續到廿下，像頭擺啊4時節會強下表演，啊強下上電視節目，韓國強下做任何嘅大小事情，嗬。啊當然啦，4時冇強下啦。嗌都冇上嘅。冇錯，啊像嗌後來啊，這樣發現一件事情。我真嘅哎呦，我老妹對我順風，我真有辦法企到舞台當紅咧。我所以真有個膽量，喺企冇對我順風哦。我企到舞台當，我會當舞台，我會緊準。真嘅呢，你看像夾老妹呀，下冇啲一隻鉗嘅地度，你就啲嘅實呀嗬，本意有些少咧。冇發展到當好嘅意思。係嘅，場老妹進來。嗰韓語哦，佢後來啲都太好嘅時節啦，因為應該剃頭術嘛。都無關講沃卡社會一個老妹哦，我機會差唔多應該有3張嘅左右。你今日老妹加完嘅我用個啥？其他就加嘅啊，估數嗬，冇講係一下很多叫啊。有一擺我都見行記得係小學英語言成嘅下，有英語下課進步啲下功課，唔知為到乜嘅事情我都要抄起來嘅。因為咩比我較高，佢就老我嘅重壓鋪，得到一個我拿唔到嘅小倉庫，我就當天唔知要用架啥，故說我就去老佢嘅功課出題。要出槍，所以來真係當好笑。我也沒按好欺負啦，故說冇嘢多做啊，自己嘅。他喺度喺調試嘅，冇想去下功課，故說編一隻劇啊，同時講啊，喺我冇下，喺我記咗嘅。即係冇人會相信，故說而家講嗬，萬年都做人家，冇嘢都人字啦嗬，佢阿姨聽啊。本人姐按樣先講，你有懂按嗎？因為懂啊，因為我知道佢嘅功課叫做倉庫聽聽，那下嘅時候，唔過見到我全部出強，所以再過下一擺。如果我就讀阿妹修理咧，你下上起來。當場係因為我唔想這寫得比我還好嘅。這是一個競爭性嘅問題係冇？因為兩姊妹係上漲。哦，佢比我夾，總唔得我嚟得題。佢比我夾，總唔得我嚟出題。你以前下課就專心去看電視啦。因為按無聊嘅故事咯。按眼風，要嗱重推上天姊妹自己嘅重推嘅事情。當然有啊，我嘅阿姐就睇下兩世，嗰陣我顏色就改權啊，頭先講嘅。但係我嗰陣有嘅改好那個事情，係嗰陣人哋潮濕啊，從細到大改好潮濕。啊，嗰陣我阿姐辦行就改到嘅魯曼嘅，嗰陣其實就改翻講嘅廖小花。啊，阿姐就不會講嘛，我上次堂度我就會講嘅。啊，嗰陣我就嚟潮濕，條咩嚟潮嘛嘅東西。跟住我想講，我就改揀一個改冇講道理啊，我就改揀，我就唔知用一陣，我就講。哦，各位台上，大家好啦。我用錯嘅啦，可以開嗓，
可以睇水。係咪睇到就照見就頭先問姨媽嘅啊，就講哦，頭先喺露台媽嘅問咗頭先我哋學教時候講嘅媽片嘅阿妹嘅意思，嗰時候露台係媽唔安尼，就懂錢啊嘛，有啲假油田吃，就懂發傾啊，就是唔知用眼啥整嘢係嗌媽嘅，嗰時阿妹就媽嗌佢就當中睇講嘅咯，後來就喺其他情況哦。然後就懂見自家規模聰明，做唔到草食草養偏移。嗰陣後來就講人哋讀書做嚟以後，媽人嗰時做嚟媽本來做嚟養。嗰時候佢會按會讀書，係因為想喺草養啊。係，想喺草食草養。你係蠻開心啲嘅。不過真嘅，如果人去嚟互相相互嚟競爭，可能真嘅嚟競爭，你會變到下那好，加兩三年都不卡，就都係炒到按樣去。嘅阿認真啊，也冇卡嘅福當又本顯起來。完全冇，我同講，因為佢哋吼係平台，係平等嘅，愛吼係完全冇平等。你係小通福天天啊！真是係小通福，唔係獎福，因為佢根本就冇獎愛啊！係記定係細家下啲讀國小，係兩位阿姊咧，佢就去讀國中，韓國高中咧，你差咧6歲咯，8歲。哇！啊，嗰兩時好高興。這一定有代溝，而且差了3代。真嘅，嗰時候就意外咩？啊，嗰兩時咧，你好高咧就會做下嘅美勞，現場就講我帶個蠟筆去好教。啊，當然啦，因為我阿姊係啲讀國小嘅時間，一上去我買1盒，因為有可能平台咩，有可能會同時間用到。跟住連到我用嘅時間，阿妹就想講，呀阿姊就冇用咧啊，啊冇卡行2盒用到幾到位嘅，冇去同阿姊加好咧。結果阿姊就想講，我真冇一家，你聽做咩同佢總擺體，太姐冇一家，你姐咩冇一家，我真是懂嘅，假使我根本去等5個發行，我同講2盒都係捱嘅啦，冇錯，冇意我一家嚟。咩？阿妹但係會買1盒添。你1盒都冇，係要我做副卡西咩啊？阿妹會做副卡西，教太本太姐講，我唔該去做，啊太姐咧就會教太本阿姨姐講，我唔該去做，阿姨姐咧就會教太本阿講，我唔該去做。佢說因為按眼望的，啊全部就本來做，啊那個阿姊就。你副卡懂後，這生態鏈很好。真明就按咧，當然要去團體咧，我就問阿姨姐講，做乜嘅係阿去做咯？佢就講啊，做唔得演藝哦，我演咗演阿妹啊，佢冇講貼士嘅。Hello， 應該冇按到啊，因為女生嘅英文是單唱100聽聽，給我就會給擺啦，係。我們說唐曉一腔好像也是很不甘願哈，唔甘願。來叫一下。可能叫馬個時間，木子搶嘅眼就張繼秀。一天上來鬧姐講乜嘅？希望愛到冇吵來吵去咧，就得像媽媽講解愛互相照顧。雖然愛到你還要做到咧，我會老你講，希望你老愛生活，希望你老愛修繕，喺外都係愛照顧你，做伴伴你事。我愛弟上太好了，你咪當三媽會照顧愛，還可以是做伴伴愛事，流動事伴愛事。我希望你會永遠健康快樂，讓愛做伴。哎呦，啱就游出來了。誒，一三件冇一槍，知道躺起來嘅幾馬皮就跌到跪天嚟咧。有冇按你嘅感覺？真係講隻段嘅哦，真係講隻段。吞回去。以前講到按感性，跟住我老妹講乜嘅？我想去對妹妹講。第一面對任何挑戰嘅時節，我可能唔會讓人加油，還係保護人唔會錯送。唔過我一定係最期待而好嘅，也希望你做得對此加油，過卡過嘅要求。本而面對困難、面對挑戰嘅時節，有能力攞事情做好。我唔係最溫柔嘅阿姊，唔過我係最希望你勇敢嘅阿姊。水紅街上已經搞到，這什麼意思？你阿媽嘅意思？我都是我來，你不知道我就會叫。哎，這一槍拼人都要生蜜粉，這個很少嘅概念。這是有小輪動嘅幾馬皮就放棄了。還有上太上宮，有啊。